咧就係 Richmond 同大家睇一個2房嘅現樓單位，咁佢樓高2.7米啦，室內咧有1133尺嘅喎，價格咧就係150萬咯。咁客廳咧，你而家見到其實咧非常之靚啦，佢有兩邊嘅雙面嘅朝向啦，成個客廳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喎。咁你可以睇到有個位置可以俾你擺放對書台添啦。咁可以睇一睇啦，我哋而家睇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度咧有7排嘅大衣櫃喺度俾你喎。咁隔離咧仲有一個 ensuite 嘅套房啦，咁係有浴缸同埋呢個企缸嘅設計嘅。房間咧呢度有足夠嘅位置可以放到張超級 king size 大床啦，一樣咧都係可以望到呢個 Kew Garden 方向嘅公園景觀喎。咁再睇一睇第二個房間。咁第二個房間咧係走廊，我呢度有啲儲物空間啦，同埋亦都有一個乾洗衣機喺度俾你嘅。而呢邊咧就係大門嘅位置。咁第二個房間呢度有一個客廁嘅位置啦。咁平時都可以閂埋我嚟做呢個獨立嘅房間。咁佢最特別就係第二個房間其實都係一個 king size 嘅大房啦，包含咗個5門嘅大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聯絡我哋啦。